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免惊，我是消防员乐乐，拍火我上熬。成功教会拍花，都有出版的呢。嘿嘿嘿嘿，无啦。乐乐，乐乐，你咧创啥？我是消防员乐乐。乐乐敢知消防员平常时拢咧创啥？咱来去找消防专家西姑兄，甲问一下。西姑兄，好，咱来去找伊。海比狗啊！乐乐，这是淡水河，河到迄边才歹哦。顶头有山的形状。这是对面迄个观音山的形状。乐乐进前去的13项博物馆，就伫咧迄粒山的下口。就赞呢！今仔日咱敢嘛要坐船？今日无要坐船，咱沿溪仔墘向前行。行！阿姊，你看，遐有一台消防车呢。咱到河尾防灾宣导主题馆咯。你敢就是阮要找的西姑兄？乐乐，你好，欢迎你来到河尾防灾宣导主题馆。找到你咯！哈哈。先入来看影片。阿姊，这个灾害拢足恐怖的呢。乐乐免惊，咱真捌这个灾害，知影应该安怎做了后，就免惊。那呢，你即马敢知影有啥是咱常看到的灾害？有风台、地动、一氧化碳中毒，还有火灾。咱先请西姑兄带咱认捌火灾好啊。乐乐，你敢知？2021年，全台湾就发生过入面2万场的火警呢，有真侪人受伤，嘛有真侪人因为安尼无厝通转去。哇，西姑兄，是安怎会发生这么侪火灾咧？乐乐，你甲小朋友做伙约看卖，会造成火灾的原因是啥物呢？1. 插座插伤侪电器；2. 甲煏斗放伫衫裤顶悬；3. 煮菜袂记得关火。答案是全部拢是哦。咱做伙来算一个游戏，找看卖这间厝内底倒位可能会发生火灾。敢是这？乐乐真赞呢！拍家的电线也是烟灯线，用的时阵温度会呛较悬，无细哩，阁有可能着火哦。我知啊。安尼，敢阁有啥物所在呢？还有这有火。煮饭的时阵用炉火爱细离，千万唔通离开，才袂造成危险。好，那安尼我要甲阿母讲。今仔日咧耍赖达，足危险的呢。大人无伫厝，囡仔偷耍火，嘛是定定会看到的火灾原因哦。万不伊无细离，厝内底物件烧起来就害啊。阿母有甲我讲过，若吸着火会足痛足痛的。敢阁有？还有这，甲这。哇，哪会遮侪所在？咱伫厝里嘛爱注意安全哦。这是啥？这是自体用火灾警报器，咱叫伊自警器。发生火灾的时阵，自警器会发出警报声，提醒咱有火灾。那安尼，咱敢要甲自警器装伫身躯顶？咱来甲自警器装伫房间、走廊，也是灶骹的天棚，伊才会当侦测到室内温度，也是烟雾，判断敢是发生火灾。你啊，乐乐，你敢知影若是发生火灾要安怎？火烧啊，火烧啊！我会赶紧甲大家讲，遮有火灾，才阁想办法走出去。无毋对，若是徛家盗火，先想办法离开建筑物，确保自身安全了后，才阁打电话报警。报警？小朋友，发生火灾的时阵，爱打电话给消防局。你敢知影电话是几番？110、2、115、3、119、
暗时119。发生火灾的时阵，爱敲119的号码。119你好，请问是需要救护车还是消防车？喂，这有火灾，请消防车来拍火。乐乐，敲119的时阵，爱甲消防员讲你是啥物人，倒位发生火灾，若知影是啥物物件导火，爱会记你提醒消防员哦。我知啊，我搁试一摆。喂，敢是消防局，我是乐乐。我伫天车区稀疏街100号，才发生火灾啊，是烧拍的，请赶紧派消防车来拍火。师姑兄，敲119了后，消防员敢就会出动？迄是当然的咯，出入火场保护大家的安全，就是阮消防员的任务啊。行，我带你去看消防员的好动画《消防车》。哇，足大的消防车！牛吼，毋然呢？车顶阁有济厉害的物件。哦，原来拍火用的水管控伫遮。这是消防拍火用的水大哦。你看，伊收起来模样，就像甜苦棒的呢。真正有足侪物件，足厉害的。无毋对，其实啊，咱消防员除了拍火以外，阁有足侪救命的任务哦。哦。乐乐对淡水河行过来的时阵，敢有发现边仔有一挂收水箍啊？有，恁敢嘛介意收水？毋是，救渡水的人嘛是阮消防员的重要任务。行，咱去看卖，发现有人渡水的时阵要安怎？遐有人跳水啊！师姑兄，要安怎？发现有人渡水的时阵，先确认伊敢有清醒。你有要紧无？先找人斗骹手，会当敲119的报警电话。喂，我是乐乐，有人伫淡水河边渡水啊，紧来救伊！敲完电话了后，四周围找物件，甲渡水的人斗相共掠条咧，互渡水的人浮伫水面。小朋友，你感觉爱互渡水的人啥物物件，才会当甲伊斗相共？1. 落水救伊；2. 莫插伊；3. 等救生裤仔互伊。答案是3，等救生裤仔互伊。甲救生裤仔等互伊。甲浮起来的物件等互渡水的人，千万毋通家己落去救。渡水的人气力真大，万不伊互伊掠条咧，真有可能做伙渡水哦。我知啊。除了救渡水的人以外，乐乐敢知影要安怎预防渡水？这嘛，我来讲互你听。耍水进前要注意天气预报，尤其伫河边耍水，水头真有可能熊熊有乌纹，溪水会涨真悬，所以会记得爱经合法安全的耍水场所。是师姑兄。也阁有咧，落水进前要做热身运动，嘿咻，嘿咻。先互身体适应水温。若是身体无爽快，千万莫勉强落水。万不伊真正无说你渡水咧。大声喊救人，保持冷静。救人啊！我渡水啊！若是因为紧张拼性命量，颠倒较会发生意外。原来是安尼，我知啊。为着要奖励你认真学习，真做防灾小英雄，我有准备一份礼物要送你哦。就赞的呢。有足侪光批，阁有大纸。乐乐敢还阁会记得拄着火灾，要是有人渡水的时阵，爱打电话去对。我知，敲119报警电话，甲消防人员讲我的名，我伫倒，我会记你，甲伊讲是发生啥物代志，需要斗相共。足赞的呢，安尼这个礼物拢送互你。多谢师姑兄的礼物。时间无早，我要转去厝里，找看卖有啥物所在较会导火。我爱提醒阿母，煮饭的时阵千万唔通离开灶骹。师姑兄再会。乐乐再会。小朋友，火灾虽然恐怖，但是只要注意用电安全，就会当避免真侪火灾的可能。咱做伙来找看卖，啥物所在较会起火？电线莫电做火，较会导火。灶骹用火爱注意。小朋友，你敢有发现厝内有啥物需要注意的所在？写批寄到乐乐批箱甲我讲咯。嘿咻。
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，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。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